进入最后的阶段，头一场公办的总统电视政见发表会昨举办，透过3轮的政见发表，3个候选人头解正面对写，两岸内政、改革这议题拢有讲到。以控制数第一场总统大选政见发表会，咱立白3平，场内到场外拢继续拼场，为两岸立场到内政议题会有20招。今年选出来的代表日是啥？你敢知？是巧，就是缺乏的缺。这买当讲证明是一个民进党无能的证据。侯市长、柯主席，你们真的认为接受一个中国原则、9·2共识或两岸一家亲，2350万条宝贵的生命，真的可以寄托在中国的善意吗？第一，他不会贪污，单这一点就演国民党、民进党的。第二，他不会再留子孙，他不会像其他两党造成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庞大的负担。透过3轮政见发表，3候选人第一摆正面交手，好意味挂目镜，国台语加手帮增加亲近感，热情着加兴奋的旧色内裤带，主张讲到万里流出的风波。国民党士兵中华民国兵站，收起对手的攻势，将目标放伫政见顶端。两岸的护国神山是中华民国的宪法，所有的共识，不管你要谈9·2共识，什么共识，都在中华民国宪法底下。我刚才说得很清楚，我反对1国2制，也反对台独。我愿意把房子交付公益信托，优先作为矿工生活纪念馆。侯市长，你的大群馆，现在的凯旋院，游走在法律边缘，竟然申请99个门号。有关特别预算，特别预算法第83条第4款那个空白授权要拿掉，以后只有战争、重大经济事故、天灾人祸，这个才可以编特别预算，其他的不可以，不可以滥用特别预算。这场政见会虽然无交车结婚，不过咱就被议员伫谈好备案基础政绩、司法改革这议题展开攻防。所以3平也有2场政见会，分别伫26甲28。另外，副总统候选人电视政见会按算伫2日暗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